面對樓價高企，過去1年政府已經推出多項措施穩定樓市，但樓價始終高企不下。由黃國儀回顧一下。呢一趟嘅樓市炒風由舊年年初開始，當時金融海嘯仲未完結，但由於市場資金太多，利息太低，所以樓價一直上升。面對呢個情況，政府多番出手，希望幫樓市降溫。舊年10月，當時炒風仍然集中喺豪宅盤，金管局率先將2000萬以上嘅住宅按揭成數收緊去到60%，但樓市仍然唔降溫。政府於是喺年初嘅預算案之中提出調高樓價2000萬以上嘅物業交易印花稅，由3.75厘調高到去4.25厘。再喺今年4月推出針對樓花銷售嘅9招12式，增加銷售透明度，同時亦都增加土地供應，並且8年嚟首次主動賣地，推出何文田山谷道地皮以及山頂聶歌信山道2幅豪宅地皮。之後市建局亦都推出8招，防止過多炒家入市。市場形容招數比9招12式更加辣。雖然政府不斷出招，但樓市始終高企不下，迫使政府再次出招。亞洲電視記者黃國儀報道。